头继续刷来去太鲁阁国家公园，去年新正年这段时间，一天就上万人来遮参观。为了避免游客塞车来到太鲁阁国家公园，引起着大家塞车塞伫遮袂顶袂当。即马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为新历1月26到28，也就是新正年初2到初4，要来交通管制，扣掉游览车、客运车、一般4轮的车，拢袂当入来。太管处卖伫咧管制这段时间，煞游园专车，分做3条路线，提供游客免费会当来坐车。不管什么时间，太鲁阁国家公园拢是这个国内外游客上热门的打卡景点。这边风景怎么样？很漂亮，非常好，好山好水好空气。太鲁阁国家公园伫去年的春节连续假期的时阵，一天可涌入去万外人。为着无要让游客来国家公园煞来造成大塞车，来影响到佚佗的品质，太鲁阁国家公园的管理处嘛，伫1月26到28，也就是过年的初2到初4，来实施交通管制。除了游览车、客运车，一般4轮以上的车拢袂当入去。太管处嘛，伫这个管理的期间，来杀出这个游园专车，甲分做3条路线。通提供的游客免费来坐。我们在特别阁口到天祥会实施交通管制，从7点开始。那我们在各游乐据点，从新火车站到最著名的沙拉荡、叶子口、九曲洞到天祥，都有专门据点，那游客可以随时的上下车。那想要坐这个专车的民众，会当先坐火车，伫咧太鲁阁站来落车。也若是讲家己塞车的民众，会当把车停伫咧火车头的停车场，再个坐免费的专车来到这个国家公园。有游园专车的话，会不会比较方便？会啊，方便。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啊，会不会想来坐？太管处这回杀出这个免费的游园专车，就是要让民众伫咧过年时阵请欢喜来佚佗，袂因为讲塞车从啊摇兴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